各位小朋友大家好，Rita 姐姐好。哇哦，大家你还会肚脐要吗？我肚子空空的。哦，肚脐空空啊。所以儿时都是什么？你肯定系乜嘅？披萨。披萨，上儿时吗？上儿时。哦，所以大家上儿时披萨咧，很香哦。Alice 來講一隻同披薩有關係嘅故事。熱地披薩熱零元，熱地披薩熱零元。熱零元。昨天賣到披薩嗎？我們來聽聽看故事是怎麼說的哦。第一隻凍醬嘅中頭，要嘅太陽啊，佢凍會做披薩，佢做嘅披薩很大。韓國呢，佢嘅零下好朋友大啲，佢嘅對面係鵝按到阿婆，佢凍會做芥蘭糕。所以他們常常會一起分享美食。阿比做披薩，阿婆做芥蘭糕，窮下是，我們一起吃好吃的好不好？都是要嘞，係嗎？所以記得窮下是盤，有影音呢，有感四季。聽下來，聽你問題哦。是獅子，獅子的客語怎麼講？是啊。哇，是啊。可是這個獅子啊，它穿得很整齊。它是一位紳士，然後他有一位主人，很喜歡吃蛋糕，所以呢，幾時下下來，佢講做對強呢咯，芥蘭糕本愛麼？阿比啦阿婆講哦，買到最好份喲，所以佢講哦，那係，佢講好本愛兩地芥蘭糕，一家而是韓國呢，佢敢挑家而是，該424季，哇，佢看到很好食嘅芥蘭糕，其實你還有食睇咧。佢嘅主意哦，很香嘅芥蘭糕。首先你要先拿來看一看，那一碟芥蘭糕。所以吃得很好吃的蛋糕以後，老闆就說，芥蘭糕很好食的，好食。所以其實那裡，晶晶。一堆金幣，他就拿給他的獅子司機，那司機就知道，佢係那一本做芥蘭糕嘅阿婆，誰做蛋糕啊？是鵝對不對？所以那本佢講，希望你做很好食嘅芥蘭糕，我按住先，你係愛挑家本意嘅。哇！結果這個鱷魚阿爸阿婆看到。怎麼樣？金幣很好，原來我做嘅芥蘭糕很大錢。結果啊，暗夜轉去，太陽阿婆是講，做美食可以賺錢，所以其實佢聽講，好，小三，他晚上就很認真烤披薩，烤了好多的披薩，弄多嘅披薩，聽你嘅招心，其實那人差兒，送啊送到路行。因為點咧？阿婆是個，我沒女買那個芥蘭糕。昨天他獲得了什麼？金幣。又名那金幣冠軍。所以其實講，我去繼續來存錢。太神了！這兩位朋友啊，呢兩位朋友湊啲街路嗬。早上，趙鑫講起嚟，凍酒，中午凍酒，肚子會餓嗎？會肚子要嗎？會嗎？會，佢哋冇食東西，喺度湊啲街，訂銀行來，然後結果呢，都還沒有客人冇銀行來哦，哇，佢都訂到暗夜咧，還係冇銀行，咕嚕，肚子很餓，我肚子是，結果喺按到披薩啦，按到芥蘭糕，有時間我是講，阿比，你幫我食一碟披薩好冇？很香哦。幫大家皮下，有香嗎？有香嗎？哇，很香而是。個太陽阿比講，做得，愛買披薩，你食不愛一定人。結果呢，我阿婆是講，我找個唔食東西，我會要死咧，我再不吃我就變鱷魚皮了，我就要死翹翹了，怎麼辦？所以呢，有時間，阿婆是講好，你啊。不你也人，強硬不愛一碟披薩，你要給我一塊披薩。希望你，很好吃的。結果了時間呢，
台中阿比斯讲，我的肚子也好饿，哎，肚脐没还尿哦。所以台中阿比死了了进去，就讲那本我阿婆讲，强一碰阿姨得盖冷够，给我一块蛋糕。台中是个很好吃的，肚子还会饿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还会肚脐呀，所以要吃更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哦，是哈娜豆，要吃哦是几豆，要吃多少？全部是强强。阿伯有买嘞，一袋披萨。买嘞。阿比有买嘞一袋盖两个。阿你呢？你有什么盖？披萨也盖两个。你还有冇盖？披萨好吃。一沙一袋披萨烙盖两个，千美一沙一张。台中阿比老公阿伯记得盖披萨烙盖两个，全部买强强嘞。梁上饮食都动包呢，记得哦，是送人茶哦。行人转一想，很好哦，用幼儿园金币是做的是的动包，所以幼儿园其实做的做动豆事情哦。该你想用幼儿园买嘛改？你也买嘛改？披萨。你也披萨？你呢？披萨，哎，全部都是披萨。撒下来呀，因为记得全部买强强，动豆同我讲，我没买。结果买强强嘞，大家自己讲少做一下，做对我来。结果没想到，真的好多人就来买，动动也是来买嘞。他们真的从第2天开始存动豆钱，幼儿园不记得是来动包，没开始又动好感胜利了。所以咧，是安尼叫乜嘢？一袋披萨，幼儿园共體嘞，好糖嗎？好烫。哇，你哋很會哦！撒下來，那你幼兒園？哎，你來去買披薩了，Go！